路加福音灵修默想，路加福音第5章27节到39节。耶稣呼召罪人做门徒。路加福音第5章27节。这代志以后，耶稣出去，看到一个某蛇，名叫做利未，坐伫世关，就对伊讲：“来缀我。”利未就放下一切，起来缀伊。利未伫因兜为着耶稣办大宴席，有一大群某蛇以及其他的人，甲因做伙坐倒食饭。有一寡法利赛派的人甲属因的经学教师对耶稣的门徒埋怨，讲：是安怎恁甲某蛇以及罪人做伙啉食？耶稣应讲：健康的无需要医生，破病的才有需要。我来毋是要招义人，是要招罪人悔改。后来，因对耶稣讲：约翰的门徒常常禁食祈祷，法利赛派的门徒嘛是安尼。毋过你的门徒也食也啉。耶稣对因讲：新郎要求甲婚宴的人客做伙的时，恁减话互人客禁食。日子得要到，新郎为互人对因中间掠去，伫遐日，因就为禁食。耶稣阁用一个譬喻甲因讲：无人拆新衫来补旧衫，若安尼做，毋若新衫拆破，拆起来迄块新布甲旧衫嘛袂合，嘛无人将新酒入伫旧皮袋。若安尼做，新酒会甲皮袋逼破，酒流出来，皮袋嘛歹去，新酒就入伫新皮袋。无人啉旧酒了后，爱啉新酒，人拢会讲，要是旧酒较好。默想，耶稣宣告的对象包括经学教师、法利赛人等等知识分子。不过，耶稣竟然去呼召掠鱼人甲冒税，成做上帝国的成员。掠鱼人是普通的劳动者，冒税的互认为是贪心的犹太叛国者。耶稣所看因的心，毋是因的身份。对彼得甲利未来讲，这是上帝国的恩典，带来的是愿望、救赎甲改变，是极大的福音。所以因随放下一切，跟对耶稣。总是这个喜乐无甲所有的人来分享。当利未因为耶稣的呼召来欢喜的时，众人煞是用批评的眼光来看因。宗教领袖质疑耶稣的行为，认为安尼背逆宗教的规范甲概念。因无法度理解耶稣所带来的新国度。佮拒绝甲遐个，互因认为是罪人的冒税，做伙分享这个上帝的恩典。对因来讲，保持神圣甲清气是介重要。禁食祈祷才是悔改、该当爱有的态度。今仔日，咱敢嘛会当像耶稣安尼，搬过一切偏见甲规范，看到福音对人内心的价值。甲遐个，互社会也是咱家己拜体的人，做伙分享这个喜乐甲救恩。咱敢准备好迎接这个带来改变的上帝国啊无？咱三甲来祈祷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感谢你毋若来到这世间拯救阮，也显明上帝国。你经选门徒，
毋是看因的过去，也是身份。你所关心的是因的心。帮助阮亲像你，赢过偏见，看到每一个人的内心，佮愿意接纳因。求你帮助阮伫日常生活中，甲即个恩典甲疼传互身边的人，无论因是啥物人，过去是安怎，阮也祈求你，互阮心中充满喜乐，因为你的国度已经临到阮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免。